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8日的《南方特搜报》，我是林嘉义。向来热心挺公益、爱心不落人后的中嘉宽屏青年港都，因为长期支持家福基金会，连续7年捐赠奖助学金，以实际的行动帮助家福学子安心向学，因此荣获该会颁发2021年全国福幼楷模，成为高雄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近年港都奖助学金捐助成功，赞！为了让弱势家庭的孩童也能安心学习，中嘉宽屏青年港都长期支持家福基金会，借由实质的奖助学金捐赠，鼓励努力向学的家福学子。热心公益的善举，也获得该会颁发2021年全国福幼楷模，为高雄唯一获此殊荣之企业。因为青年港都长期以来协助我们非常多的投入非常多的公益工作，所以我们特别要推举这个青年港都有限公司来评选，而且得到我们这个福幼这个楷模的特殊贡献奖。我们在这边特别的表达这个感谢之意。自从103年开始哈。对我们家福基金会呢，南高雄家福的小朋友呢，那么在奖助学金这一个区块呢，特别的赞助而且呢是很稳定持续的一个赞助。在这个调干计划跟展励的训练里面呢，奖助学金绝对是我们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块。7年多来，帮助了我们家福呢大概3500位的孩童。家福基金会在台湾长期投入心力与弱势家庭及儿童的关怀工作，秉持及时帮助、温暖关怀的宗旨，照亮每一个阴暗的角落。而中嘉宽屏青年港都自103年起，每一年都捐赠奖助学金给南高雄家福中心，协助家福学子安心向学，金额累计达新台币750万元，共计有3419人受惠。我们长期以来对这个公益，尤其是在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非常重视哈。那我们在这几年来呢，都跟台湾家福基金会、南高雄家福中心呢也都有合作。那我们透过这几年呢，透过奖助学金的这个帮助呢，也是希望能够透过家福中心针对这个家福学子呢，能够受到妥善的照顾也希望他们有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同时呢，也希望能够快乐的学习自疫情爆发，许多经济弱势家庭生活更加艰难。中嘉宽屏青年港都在整体不尽理想的经营环境下，仍秉持人急己急、人逆己逆之初心，不忘善尽社会企业责任。对于南高雄家福中心奖助学金捐助不曾间断，也期许抛砖引玉，号召更多企业一起投入社会公益。记者张世明、林嘉义高雄报道。位于台南北端的后壁区，不只是冠军米的故乡，2019年还获得第1届台湾经典小镇的殊荣。不但具有乡村风光，而且还有文化古迹与醇厚的人情味，吸引热门影视取景拍片。位于北台南的后壁区，不只是冠军米的故乡，在2019年获得第1届台湾经典小镇的殊荣。不但具有乡村风光之外，更具有文化古迹与醇厚的人情味，进而吸引热门影视取景拍片。因此，市长黄伟哲日前也前往金寮老街为俗女村开幕，希望带动青年返乡，并将农村文化与青创文创做结合，让农村再生。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搭上熟女养成记的热潮，来看到我们后壁金寮的熟女村的一个开幕。那其实善用观光财，能够吸引更多的民众来台南，这是本来就是大家公司部门共同合力的目标。那因为华视推出了一个很好的剧集《熟女养成记》，可以让更多的好朋友了解都市 OL， 让回归到乡村的时候、故乡的时候的一个心境调试。那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在这部分的这个数据的这个艺术成分它的艺术价值，我们真的很感谢。但是在观光上是非常具有加分的。
阮氏家族这边最后就愿意开放这个淑女的剧情，然后让我们来做一个修缮整理，然后开放给民众来参观。那我们已经募集了大概10几位的年轻伙伴，一起回来这个故乡，一起来创业。然后我们希望未来可以增加我们的概念，就是共享，大家共同分享彼此的志愿，共同创造不同的价值，然后一起共好。近年来也因为《俗女养成记》的热播，为在金寮老街的后壁商圈顺势打造出俗女村。包括碾米厂、中药行以及家具店等各式商家，加上原本五米乐景点，现已成为吸引旅客旅游观光与打卡的热门景点。记者林跟刘品言台南报道。在博尔特区的草地上，总是有许多大型艺术装置吸引民众打卡拍照。不过，最近有一个大型装置艺术造型十分特别，在网络上引起不少民众热烈讨论。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来到博尔的艺文特区，这里有许多大型的装置艺术，但您发现了吗？在打卡热门景点椅子乐谱旁有一座非常特别的装置艺术，最近在网络上引起话题。有民众看不懂，摸不着头绪，以为是变形金刚要出动，而且上面还写着4个大标语。也有民众拍下晚上这个装置艺术的样子，闪亮的红色灯光让民众以为来到槟榔摊。猜不出来，是还好啦。标语放在这种印象的画面来宣导，大家是觉得看起来就很突兀、很怪这。针对民众在网络上的热烈讨论，博尔营运中心展览科表示，这个装置过去是嬉皮派对的舞台装置，因为是特地请艺术家创作，所以决定保留下来。那它的创作的特色就是会结合一些常民的物件，比如说招牌跟一些霓虹灯管闪烁的那个氛围，那只是呼应了最近的疫情，所以他把广告招牌上面出现的文字就更新为防疫生活人人有责这样。特别的装置艺术原本只是想配合防疫宣导，达到教育民众的意义，没想到却引起民众在社群上热烈讨论，也让博尔的装置艺术多了一个讨论话题。记者邱建勋、黄志玲高雄报道。热门国片《孤味》在台南取景拍摄，上映之后带动许多影迷前来追寻剧中的景点。片中主角陈淑芳更以孤味阿嬷的角色，勇夺57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台南市政府特别邀请陈淑芳为台南拍摄观光影片，并聘任淑芳阿姨担任台南观光大使。第57届金马影后陈淑芳受台南市府邀请，用2天的时间走了许多台南著名景点，拍了一部观光宣传影片。27日在复兴大饭店举办首映记者会，现场播送这支由金马影后陈淑芳带路推荐的台南漫游宣传影片。因为我听讲在台南，只要你手拿摕一支竹签嘛，伫路去行，真紧就变成一支棉花糖。其实台南除了甜味以外，还有一种口味就是慢味。除了宣传影片首映，市长黄伟哲也在记者会上颁发台南观光大使的聘书给淑芳阿姨。今年的台南观光大使拖车个吹嘞！好，我们也先在还有聘书的部分哦。好的，让我们现场的摄影朋友来拍个照啊！感谢我们金马影后淑芳阿姨能够来为台南的观光、旅游以及文化深度之旅来站下来帮忙，担任我们的台南市的观光大使。我想，这个对一个即将进入400年的这个文化古都台南来讲，是一个莫大的殊荣。也希望说，借着淑芳阿姨，不仅让全台湾的好朋友都能够更深度的看到台南。认识台南，了解台南，也让许多不管是在华人世界或者世界许多的地方，在亚洲的、在美洲的一些华人朋友们，知道台南愿意这个更深度的来台南旅游。昨天、前天走了那2天的地方，我真的有好多地方没有走过。虽然在台南，情人没有带你来过，没有，他这个。昨天呢，就走到这些，不管是大庙小庙，这是古迹的了。我一直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能够这样带着我走，那以后我希望我能够带着别人走，先把台湾的古迹、台湾的漂亮的地方先认识一下。你们要出国再出国，台湾你都不认识，到国外去，什么地方西班牙什么地方那么漂亮，什么铁塔什么，我觉得没有用。没有用的，台湾真的好美。台湾人台南观光大使陈淑芳表示，这次来台南还是第一次感受到台南旅游的慢味，十分有趣。以前来旅游行程都排得满满，这次在台南的街道中慢慢散步旅游，觉得非常舒服。放慢你的脚步，一起来台南找寻你的慢味。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中秋将至，许多商家今年月饼礼盒的销量都不尽理想。位在左营莲池潭旁的百年饼店更是苦撑经营，疫情后业绩直直下滑。但为了照顾庇护工厂的员工们，也必须要咬牙度过。也希望民众能够多多支持，发挥爱心来帮助他们。庇护工厂内，员工们忙着赶制今年的中秋月饼礼盒。虽然店内一直持续正常营运，但店家看到疫情爆发后，业绩足足下降了将近60%。为了善尽企业责任，照顾身障员工，不敢减班或是停薪，生怕对他们的生活会造成冲击。疫情一发作，整个除了订单，餐盒的订单、开会订单，再就是餐房的订单。完全都取消，然后门市上因为疫情也没有人敢来这个观光地区，所以说我们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我们是庇护工厂，我们也肩负到一个就是照顾的责任，所以说我们也没有让他们做无薪假，也没有做其他的营业，就是资遣或什么是完全没有。那干脆就是把平常没办法去执行的，就是工厂的一些整理啦哈，把它整理得更好。位在莲池潭风景区旁的饼店，在疫情后门可罗雀。原本预约 DIY 体验制饼的团客和订购餐盒的学校及企业，都因为疫情的关系而全部取消。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原本都会有大量的礼盒订单，受到疫情的影响，也屈指可数。疫情期间，我们辅导的庇护工厂其实都有受到一些影响。碰到中秋这个节庆，其实在这个买气上都掉落非常的多。除了说家人在自己家里面烤肉之外，我们也建议我们的一些朋友，您可以考虑买一些就是茶食类的，或者是当然糕饼类可能大家都比较多了。那茶点类的东西，其实庇护工厂他们都有多元的经营。高雄市劳工局辅导11家的庇护工厂，在大环境的影响下，中秋礼盒的销量都不尽理想。其实饼店里除了月饼和传统糕点之外，还有许多特色的小点心，希望民众可以多多支持庇护工厂优质的商品。记者张世美、林嘉义高雄报道。台南是全国芒果的重要产地，目前产量已经占全国将近1半。为了延长芒果的保存期限，提升附加价值，全台湾第一间农产加工厂就在玉井启用，预计1年可以处理50吨的量，希望提升芒果等农产市场的竞争力。为了辅导农民推动农产品初级加工，透过农委会计划支持，位于玉井台棒西线公路旁，全台第一间芒果初级加工厂正式启用。市长黄伟哲、议长郭新良和立委陈廷飞都到场剪彩见证，场面热烈。产品初期加工厂启用典礼圆满成功，请用剪。透过初级加工厂的启用，除了让芒果的产销平衡，保障农民的收益，透过干燥制作成各种加工品，也可以让四季都吃到美味的芒果干，增加农产的经济价值。市长表示，在政府跟民间同心协力，将全力做农民的后盾，拼市场竞争力。经过公私协力，经过农友、农民还有这个生产合作社大家的齐心努力，可以帮助农民大大的解决许多这个农产品初级加工的问题。根据了解，以芒果为例，目前1年处理量约50公吨，产值达到450万。
加工厂的自动化制程，除了让生产动线更加顺利、稳定产能和效率，更重要的是保障食品安全，让台南的芒果干迈向全世界。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在高雄的武庙市场里头，有一间经营30多年的水饺店。多年来，老板娘坚持真材实料、纯手工制作。除了原本的猪肉水饺卖得很好之外，老板娘也研发新菜单，用天然蔬菜制作3种不同颜色的水饺皮，色彩鲜艳的外皮让许多人看了都忍不住食指大动。位在武庙市场里面，有一间营业超过30年的水饺店。价目表上除了一般的手工水饺，为了迎合不同的新住民，老板娘还研发了新菜单，有牛肉、鸡肉水饺，也把水饺做成煎饺卖。更特别的还有一样3色水饺。别看这鲜艳的外皮，老板娘不添加任何色素，全手工制作。皮给它用那个水果的啦，那个火龙果啦，菠菜啦，还有那个红萝卜啦。这样给他们综合一下，给他们有吃到那个青菜的营养分啊。考量到小朋友不吃蔬菜，于是研发了引诱小朋友们吃的水饺，一颗颗料好实在，鲜艳的外皮一切开就是满满的猪肉内馅。黄色的这个是红萝卜，我就觉得蛮特别，因为我平常不太喜欢吃红萝卜，但是它做成这样，我就觉得还蛮好吃的，没有红萝卜的怪味道。然后它这个颜色就很像芒果的感觉，就还蛮可爱的。色素我们不加，因为那个菜如果很贵的话，我们就自己吸收了。那个有些那个厂商说你们那么贵，怎么还用色素这样？那我们说做生意要有良心呐。快速的将肉馅包进皮内，老板娘坚持手工制作，手因为长期按压水饺，大拇指指甲都长不出来。老板娘说，当初因为家里被倒债，所以决定卖起水饺。50年过去，孩子都长大了，却还没打算退休。即使已经请了许多的员工，她依然亲力亲为，在市场忙着出货。工厂的话就在加班，加到每天都9点半。做到9点半。价格亲民、肉质饱满的色优水饺是来到武庙市场不能错过的美食之一，让您兼顾健康，也可以体验视觉飨宴。记者邱建勋、黄志玲高雄报道。台南的官田除了是菱角的故乡，现在透过开发菱壳炭，也成为地方创生的一大亮点。其中，在前总统陈水扁的故乡西庄所成立的实体店面，除了呈现所有零碳系列的商品，也是青年创业培育的基地。菱角壳过去一直是农民头痛的废弃物，不过现在由产官学合作，在官田所成立的零碳生活馆，就是由昆山科技大学以大学社会责任辅导鼓励年轻人创业的成果。当中所有的商品都是菱角壳高温烧成生物炭，从最早可以吸收湿气、消除臭味的包装，一步步开发有纺织类、有精油类可以舒压，当成室内扩香的各种文创商品。除了将废弃物变乌金，也是地方创生和环保循环经济的很好典范。以前的盐能通区长啊，他就是希望可以解决这个在地的农废。那我们去跟成大的一个林宏平老师实验室合作，去开发了一个高温碳化的碳化桶。那这个碳化桶就是不需要外加能源，就可以把这个壳烧到1000度。那它烧到1000度以后，就可以变成你们看到的这个就是1000度的碳化后的菱壳炭。那你可以看到上面亮亮的、亮晶晶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照光，它上面的孔洞反射出来的光线。对，那它这个1公克的碳比表面积有半个篮球场这么大。对，然后我们就用这个碳材去开发一系列的商品。我们的角色就是大学端是辅导，那年轻人在这边创业，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主体并不是区公所的投资，而是我们在地，就是我们辅导这边创设在一个青年培育基地。那我们希望他们这边可以自主运作。那我们的经营的未来的方向，大概就是
虚实整合，就是线上线下都有。这个是个实体店铺嘛，那我们也花更多力气是在线上。那线上商品的话，我们现在就是从几个角度去切入，一个就是从就是从多元商品里面去切入，另外就是把这个通路做大做广。除了零壳碳的系列产品，还有全台独一无二，只有在这儿才有贩卖的菱角鲜奶露，真材实料，喝起来相当饱足。希望进一步带动地方产业发展。只有在关田才喝得到的饮品，那因为这个它里面的菱角量很多，所以它的菱角味其实是很浓郁的，所以就希望如果大家来到关田的话，可以来喝一杯这个菱角鲜奶露再回去。很有饱足感吗？非常有饱足感。台南关田是菱角故乡，占全台70%产量。在产官学研共同努力，为菱角产业带来完全不同的面貌。记者郭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高雄盐埕有一间面店，里头卖的是第3代的手工浇头面。老板因为怀念当时小时候在黄埔5村的时光，就卖起了专属眷村的料理，也开发了许多新颖的名字，吸引年轻顾客上门。你对眷村美食有什么印象呢？是不是觉得它一定要在巷弄内？不说你不知道，位在盐埕区这间漆上白色外墙的店，卖的不是高级的西式料理，而是来自眷村的老滋味。将面条充分的搅拌均匀，加上道地的眷村味北菜肉，再放上一颗像拳头般大小的狮子头，淋上独门酱汁，老板细心的做出专属眷村里的故乡味。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葵花斩肉面，对，那因为我们在小时候在眷村里面吃东西就是都会讲究比较大，这是叫大份，所以我们家的狮子头就会特别的大。隔着玻璃，眼神专注地跟上一代学习如何做饼。为了延续眷村的老滋味，老板小天放下了原本的工作，和家人卖起了手工浇头面。为了攻入年轻族群，也在菜单上下足了功夫，研发许多新菜色。我们家以前狮子头就叫做是狮子头，那我只是上网去找了一些它的典故，在这些典故之下，我把它创叫做葵花斩肉。对，那像炸酱也就是大家看到的炸酱面这种，所以我才想说把它干脆叫做四季浇头。对，因为它我把它铺4种的菜码酱料，然后我把它叫做四季，分成春夏秋冬这样子，所以再叫它四季浇头。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以前我们家的旧的眷村上面的门上的一个门牌，把门牌复刻进自己的店里，鲜明的红蓝搭配就是眷村的文化风情，而餐桌上的桌号也别具巧思，象征对眷村的时代记忆。现在就是说，在这几年，特别这几年，那个眷村的不管是美食或者是文化，其实都有慢慢的有随着眷村改建有在流失掉。对，但是我记忆中的这些味道，我希望能够把它保留下来。所以我在心里面一直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想说，我想要把这些东西保留下来，我爷爷奶奶留下来的口味，我的那种家的那种感觉，对于家的感觉，我想要把它留着，然后并且也让大家都能够知道，就是说还有这样子一个眷村的味道存在。走进店里也不难发现，墙壁上有许多来自家乡的照片和摆饰，让来的人不只尝到老板结合眷村与创新的滋味，也能回味当年黄埔5村的眷村风光。他对他的爷爷奶奶，我的父母亲特别的思念，因为他算是爷爷奶奶最宠爱的一个孙子，他很乖。那在这过程里面，我们就想说，怎么样再去把爷爷奶奶的东西再更加的去凸显出来。所以我们一直在筹思，在计划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喜欢眷村美食的朋友绝不能错过这一间来自眷村第3代的创新眷村美食，让您一口接着一口，不仅饱尝老板的好手艺，更能吃出专属眷村的老滋味。记者邱建勋、黄芷玲高雄报道。
根据国际癌症研究中心针对槟榔籽研究调查，证实槟榔籽属第一类致癌物，长期嚼槟榔容易刺激口腔表皮细胞，造成损伤破坏。因此，奇美医学中心提供专业戒槟榔服务，透过个管师长期追踪，成功戒除率高达90%以上。国人嚼槟榔习惯都会加入老藤、老花或者石灰等添加物，因此增加致癌的风险。虽然卫福部国民健康署每年补助吸烟、嚼槟榔民众接受口腔黏膜的筛检，不过因为疫情关系，接受筛检的民众却明显下降。因此，奇美医学中心呼吁，有吸烟或嚼槟榔习惯的民众，还是要照常规接受检查。根据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2018年癌症登记报告资料显示，口腔、口咽及下咽恶性肿瘤为男性癌症的好发第3位，死亡率为第4位。尤其口腔癌病人发生的平均年龄为57岁，是家中重要的劳动人口。罹癌后对家庭的影响甚巨。受到疫情冲击影响，奇美医学中心配合防疫进行医疗降载，更自行减少非紧急性医疗检查。至1月到7月，本院接受口腔黏膜检查的个案，较去年同期减少18.67%。随着疫情降温，奇美医学中心呼吁，有抽烟或嚼食槟榔习惯的民众，应定期或常规接受口腔黏膜检查。奇美医学中心从2017年提供专业的戒槟榔服务，到目前累积将近500位个案。在戒除期间，透过各管师的面谈与追踪，成功戒除率高达90%以上。欢迎有意愿民众可以透过癌症筛检站的电话，寻求专业医疗人员的协助。记者林根台南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林嘉义，祝您平安顺心，我们下次见。